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112周年的庆祝日，也就是咱110周年的生日。牧师要用今年的主题1+1比2较大这个题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让咱同齐来祈祷。是阮的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每一遍拢会当透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会当专心注意伫你的话，来得到你圣神的充满，来得到你大大的引带，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年咱的主题是1+1大于2，咱知影1+1等于2，这是数学的定理，数学的真理。数学的真理就是伫数学顶面是完全正确的，1+1就是等于2。但是数学的真理无一定会当运用伫所有的领域。咱知影。有一寡情形下面，1+1有可能比2较细，1+1嘛有可能比2较侪。特别，咱咧表示讲，若两个人会当合作的话，伊所产生的力量，的确比两个人家己拍拼。加起来总合较侪，亲像圣经安尼讲，圣经讲，伫传道书第4章第9节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人的合作效果更较好。当然，伊原文毋是写两个人，是讲真侪人，真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真侪人合起来效果。搁较好，咱也常常将即句话1+1比2较大用伫即个婚姻的祝福。我有几若遍听参加婚礼，牧师讲到的题目就是1+1比2较大。这是咧讲，若夫妻两个人会当同一心志，互相合作。安尼，即个家庭所产生的力量，会比因独身的努力较侪。相反，今仔日咱咧庆祝教会112年的生日，牧师也真心期待，咱教会每一样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如果咱若会当做伙来合作，安尼咱所产生的迄个。宣教的力量所产生的迄个教会需要表现出来的力量、见证的力量会更较大。亲爱兄弟姊妹，咱既然被呼召来成做教会，成做掠耶稣基督做头的教会，咱就爱互咱本身顺服伫圣神带领。咱更加应该爱祈求上帝，互咱的教会会当产生更较侪的见证的力量，更较侪宣教的力量，更较侪服务的力量。所以，咱的确爱来学习，互咱会当1+1比2较大。明仔做，今仔日经文，互咱。5项真重要的提醒，这是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一项，咱若要互咱教会的力量会当加成，会当加倍，咱就必须要每一样拢会当警醒，而且迫切为着教会来祈祷。其实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第3章14节到21节，这是使徒保罗为着
教会所做的一段祈祷。咱听以弗所书吼，其实应该毋是写互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是写互即个普遍的教会，就是讲伊有一本册，伫遐传，吼，伫各教会内底传，是要互各教会都有通得到即款的勉励。到尾以弗所才将伊收录出来，吼，所以来变做以弗所书。所以即个原则是保罗互教会一个真重要的原则。保罗为着正教会祈祷，伊一开始伊安尼讲，伊讲，所以我伫天父面前跪落来，我祈求上帝。保罗跪落来为教会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嘛爱亲像保罗同款，咱来做一种训练，就是骹头夫的训练，就是来讲屈膝祷告的训练。咱来理解讲，教会的信徒若要有加成的力量，就是爱迫切祈祷。这祈祷才有力量，祈祷带来力量，祈祷带来改变。这是教会进步，甲上帝信徒会当甲上帝有美好关系，来产生能力的一种方法。当咱为着家己，以及别人，以及上帝所交托的事工，守望大道的时阵，咱教会所有信徒弟将咱的注意力放伫上帝的事工顶面。我事实上感觉咱台湾的教会上介大的问题，就是咱的祈祷伤少，而且咱嘛对祈祷所带来的改变，真少有寄望啊！常常咱讲咱拍拼做事工就好啊，忽略做事工的方向的来源，做事工的快乐的来源，是在伫祈祷。圣经中间安尼讲，讲恁得袂到，是因为恁无求；恁求也得袂到，是因为恁滥三求。所以，咱理解就是讲，上帝同咱讲，上帝要听咱祈祷，上帝要听咱祈求，伊嘛答应要成全咱照伊旨意所求的。相对就是，咱无要无紧，无要祈求，咱的信心实在是太少了。我需要爱大家明白，祈祷伫上帝复兴教会计划中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前一站，咱助理二的老师因要教这个迄个使徒行传所以爱牧师去带因做一个事先的备课所以我就重新使徒行传搁详细看一遍。我发现一件代志，伫初代教会，伫使徒行传记载的初代教会，伊的确定完全是挖靠圣神的大观念，所以使徒行传佫被称作圣神行传，是圣神引带，所以使徒才有气力将福音一直对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世界的地极罗马，迄个时阵是认为罗马，就是安尼传。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世界的地极，拢是伫圣神的引带。为什么上帝赐了圣神的关键，就是信徒同心合意的祈祷。咱来知影，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信徒因为惊吓，所以就四界逃离。一直到国外耶稣基督对因显现但鼓励，
互因大使命了，耶稣就上天。耶稣虽然离开，但是伊应允赏赐圣神互因，所以因就开始伫耶路撒冷聚集，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要安怎行。当因聚集伫耶路撒冷，因做啥物代志？因的聚会内容是啥物货？咱来看圣经，因聚会内容就是讲，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14节写讲，遮个人拢同心合意，行切祈祷。结果咱看到啥物款的变化？就是伫五旬节的时阵，圣神门徒被圣神充满，迄一天，门徒加天有3000人。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被成立。咱来继续看第4章的时阵，彼得甲约翰向掠去甲公会，向恐吓，当因甲兄弟遐，因做啥物代志？圣经记载讲，因同心合意，完声对上帝祈祷。祈祷了，聚会所在大震动，因就被圣神充满。接续使徒得到能力，见证国外的主耶稣基督，众人也受到大恩。如果你若继续搁看下来，即款的代志一再发生，因组织就是祈祷，祈祷了就得到力量，教会就因为安尼扩展。亲爱兄弟姊妹，牧师咧读这经文的时阵，我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感动。我是真心盼望即款的代志嘛发生伫咱双连教会中间。咱教会要进步，就是爱学习骹头夫的功课。咱毋干啦来参加祈祷会，生活中间咱也爱替别人、替家己、替教会祈祷，透过祈祷，互教会臃肿起来。第2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如果若要得到加倍的力量，信徒爱愿意被装备、被建立。保罗伊安尼祈祷讲，伊讲我祈求上帝，叫伊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神赐予恁力量，互恁内在的生命臃肿起来。借着圣神所互咱的力量，互内在的生命会当臃肿起来，这是指每一个人愿意伫主内底刚强起来，互咱家己的信仰会当强壮起来。有信仰真好品质的信徒，佮大家互相合作，安尼这个教会一定进步，一定复兴。咱一般拢认为讲，教会牧师爱刚强，牧师若足刚强。公共重大，爱一间教会的进步。教会的长执嘛爱坚强，安尼长执坚强，信徒就坚强。其实拄仔倒边，大家你爱理解拄仔倒边。信徒开始坚强，安尼教会长执甲牧者，因就毋免开真侪时间去。陪这软弱的信徒，开真济。我毋是讲软弱的信徒软弱的时阵毋免陪，是讲信徒大多数拢是勇壮的。安尼，中级牧者敢是会当将因较济的气力用点伫教会的进步甲宣教。若所有的信徒拢软正。安教会的牧师、教会长执，都爱做牧养的工作嘛，都爱开真侪时间去照顾这些信徒嘛。安尼教会对外的发展就较弱，所以爱倒变转来，咱爱互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信徒内在生命爱臃肿起来。要互内在生命臃肿起来，就是咱爱。注重伫上帝的话啊，咱若会当伫上帝的话顶面真用心、致意来研究、来研读、
来实行，安尼咱的内在的生命地被坚固起来。有个人吼对儿童主日学毕业了，就无咧受装备啊。这是教会应该爱检讨。所以，咱求上帝透过伊的话，互咱伫心内底会当得到快乐，勇壮起来，互整个教会有加倍的快乐。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保罗接续安尼讲，伊讲我去祈求基督，借着恁的信心，踮伫恁心内，互恁伫伊的听中间有根有基。爱有加倍力量的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什么特质？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应允的信心。咱要对内心坚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咱生命中间唯一的救主。一旦你相信耶稣是你生命唯一的救主，你有这款的信心，你就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人。咱生命的过程中间，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咱就拢会有信心，因为外在挑战袂当赢过一个对世人中格外的救主。所以，少年教会兄弟姊妹，请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要替大家祈求，有更加充足的信心，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充满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发出的力量是有根有基啊！咱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明要对倒来，就是对伊的话来。亲像拄则牧师所讲的，咱要持守对上帝应允，上帝应允写伫倒？写伫圣经中间嘛。咱来真正献心、认真去读上帝话，逐日去读上帝话，你就知影上帝对你的应允是啥物，你就会当更较有信心。所以，咱伫新的一冬，牧师愿望讲，咱会当真正用心致意来研读上帝话。第四项，就是爱珍惜彼此相听。保罗继续安尼讲，通互恁会当甲所有上帝百姓做伙体会基督的听，是我年啊长看远深。愿恁会当理解基督迄个超越知识所会当骄傲的听，通互恁会当完全被上帝完美所充满。除了对上帝的信心以外，咱爱用基督的听彼此来款待。咱若家己无听心，咱就无法度融入一个团结的生活。保罗伫遮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一点，伊讲爱甲所有上帝百姓做伙体会，因为伊理解上帝听是安怎长看远深啦。咱每一人体会上帝听，拢无一定共款，因为上帝听太大个，咱只有可能体验一部分尔。所以如果咱若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为什么要设立少年教会？就是互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伫教会内底分享对伊所领受上帝的听。安尼你就会当知影上帝的听是遐尼宽、遐尼长、遐尼悬、遐尼深。咱会当理解上帝作为是遐尼啊大、遐尼啊丰富。所以这就是咱有两种真重要的提醒。
第一个提醒就是，咱爱常常分享见证，分享你对上帝所领受的疼，所领受的稳定，透过不断的分享，这种疼来得到激励。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讲，原来基督的疼激励咱，互咱有气力。所以分享见证是咱爱讲，毋通放伫你心肝内底，无要分享。咱教会有设立即个传播委员会，传播委员会常常拢咧找即个拍片的题材，其实上介好诶。就是各位的见证嘛。你若心中有见证，你甲区牧甲牧师联络，牧师替你安排，听你的见证了后，咱就来录起来，就真做伫即个教会内底播送，就会当互兄弟姊妹得到激励。这种激励，咱会当更加明白上帝的疼是遐尼长阔关心。咱敢是每一遍听别人咧做见证，咱拢真感动。所以第一项就是爱分享见证，第二项就是团契小组是真重要。咱来个教会，咱可能无法度对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分享咱的见证，但是伫团契内底、伫小组内底，人较少的时阵，你就会当常常分享你的体验。互相激励，彼此扶持。你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你嘛会当讲出来，别人就替你祈祷，去体验迄个上帝遐个疼。啥疼带来合一，合一带来祝福，祝福的确互咱教会更加进步。最后一项，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志，你要愿意被上帝破碎。被上帝使用，啥物叫被上帝破碎？被上帝破碎，就是你要改变你家己啊！你要改变你家己，互上帝来调整。因为保罗咱讲一个应允，伊讲上帝会当运行，要用运行伫咱中间的大权能，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象的。所以，咱来理解，上帝要伫咱中间成就大事啊！这大事就是需要你甲我来做伙来参与。咱首先被上帝调整，然后咱愿意奉献咱本身，互上帝使用，佮较尽心、尽力、尽意来听主、服侍主。保罗同咱讲，上帝所成就的要超过咱所求所想象的，这就是一个教会要进步，教会要1+1大于2的应允。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有愿意亲目睭看见上帝伫上人教会所行的大代志？过去咱可能伫册顶面、伫电视内的见证内底，也是讲伫别人的教会内底看见真侪教会大大复兴，大大真做真侪人的祝福，咱拢真欣赏。但是你敢有期待，咱上人教会真真正正会当被上帝破碎，被上帝使用，来真真正正成做万民的福气。那安尼，咱一定会当亲目睭，伫咱有生之年看见着上帝成就大事伫咱的中间。咱一定要有这款的确信。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你的听内底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
阮有加倍信心，加倍疼心，会当愿意被上帝所使用，来见证、来宣扬上帝至大的疼。互圣灵教会会当被上帝使用，成做万民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